調味品龍頭海天味業即將於6月19號登陸港交所主板，預計募資高達95.6億港元。咁究竟呢一隻港股新貴有何過人之處呢？快啲跟住我睇一睇。行業龍頭穩坐頭把交椅。海天味業內地嘅調味品市場佔比4.8%，相當於第二名嘅2倍。豉油、蠔油全球銷量雙料冠軍，連續28年領跑市場，產品矩陣齊全，1400幾個 SKU 中7個單品年銷過10億，真係豉油缸裡面嘅老大哥啊！國際巨頭搶購，信心爆棚。呢一次 IPO 吸引咗高瓴、GIC、瑞銀等8大國際頂尖機構認購，金額近47億港元佔總發售近50%，折價率低於25%，反映咗機構對海天嘅估值信心十足。中餐出海紅利未來可期。咁隨住中餐文化全球傳播，調味品嘅需求激增，咁海天已經係佈局咗東南亞、歐美市場，目標3年內海外嘅收入佔比從5%提升至15%，行業嘅集中度提升，龍頭企業優勢進一步擴大。海天味業憑住實力加政策加行業紅利3重加持，短期或將成為打新嘅焦點，長期更係中餐全球化嘅隱形推手。如果你係港股炒手千祈唔可以錯過。咁記得訂閱頻道，關注港股新股抽籤攻略，把握財富先機。